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，我是爱德华，我是张牧师，平安平安。牧师咱有休困一礼拜，经过真侪代志，是，对，这咱有闲再来讲好啊。咱进来录这集，因为这集的故事真侪。这集是要讲主日的故事。这应该是牧师迄个我的时代，你的时代嘛，我的时代。所以牧师不一定感觉。我这应该我无看过，但是这应该是我读主日学的时阵上的物件。但你可能唔知影课本写什么款吧？对，就是去上课的时阵，有老师在教，对，迄阵他就写落来。哦，对啊，我唔知有下来，我吹掉的。对，伊是一个迄个或者台湾酸德虾，台湾酸德虾，这个出版社出版的。这是跟迄个北营嘉义北营长老教会对，这有关系啦。是安尼讲啦吼，北营教会上主要的发动者是罗万德长老甲罗万德长老娘啦。罗万德长老娘或者红珍珠啦吼，因两个拢长老，因两个本来伫嘉义西门，伫嘉义西门后来有一寡代志，甲某一个家庭迄一个长老未合，怎刷来北营。这迄个地跟我差足远诶，主旨啥？那行路吼，25分钟来会到，20分钟到25分钟。像南部港人在行，应该是迄阵去骑脚车，这桥头摆应该足紧诶，足紧诶。但即嘛应该是算无共款诶社区啦。对。早期迄时阵可能算有关系啦。所以就有个人刷来北营安尼啊。牧师你是第几个？阮伫上起头刷来北营中间诶一号啊。恁兜就是，阮兜就是去新诶这边安尼。所以这就是牧师迄个教会出来教材。对。阮北营这个嘉义传道社是伫标字迄历史是足出名，因为台湾传道社印的咯，差不多拢用标字来印的，包括课本啦、教理问答啦、诗歌啦、是人物传啦，什么足济啦，我捌甲归类过差不多20几种。简单讲就是讲，1969年教会公布的3月。标字报纸过用禁掉，台湾传道社的标字物件，还佫看到1970年，要比教会公布，还佫冻结要一年要一档。但所以我说意思讲，就算讲迄阵国民党甲迄个，迄阵国民党对国民党禁止迄个标字嘛，但是。长老教会北营佫有继续伫出版对，阮教会是足重视标字的一个教会。这有什么原因吗？就是一直拢是安尼。老一代的人，因拢读标信仰拢甲读标字有关的，因为对读标字、人捌字、人捌上帝、人捌文化人捌文明通过这个开始教育这嘛是长老教会的一个传统啊。信仰甲文化的教育，拢都爱做伙。但是你是有一直有坚持的对。就阮一直有坚持啦。我囡仔嘛，万一主要是爸母嘛，爱囡仔互去继续去学啊。我细汉是读标字班的是，阮迄班，阮迄阵差不多100个人呢。100个人的标字班呢。分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级过来圣诗级过来圣经级。我是一个。一块100中间我对第一级上到圣经级呢。我到怎样记？我说台语话来是这里。迄时阵练起来。这里久的迄个历史因为我有看迄故事，我搁听牧师你讲，我感觉真了不起的所在是，其实咱台湾信主的迄个过程无偌长。而且像这个罗万德，这个长老。伊的妈妈才开始信主，而且伊个信主的过程有够奇怪，所以奇怪就是讲，因兜本来是非常的迷信，对。其实这个罗万德，伊生来去
捡别人饲啦。因为就是讲伊算命讲什么这什么捡老爸啊啥，所以伊叫伊爸爸阿叔，毋使叫阿爸爸爸爸爸。你即像话想起来，真不可思议，莫名其妙。但是迄个年代安尼是真正常，所以女性的地位非常低。伊这妈妈嘛，去互就看袂起啊啥，是有一届伫路顶有听伫迄个传福音，伊徛咧听诶说决定讲要信主，尾啊毋是安尼就足顺诶啊，是发生真济代志，什物去互讨钱啊、赶走啊啥尾啊，伊拢无改变啊。到尾啊，这囡仔的罗万德读医生，伊是台湾第一个医学博士。对，伊台湾第一个医学博士。对啊，伊我头一天捌叫看一摆，印象足深诶。伊嘛捌踮迄个台湾大学做过什么？对，是战后老师啊。战后吼，因为日本人拢爱转去，这日本老师拢走嘛，医学院日本老师拢走咧医学院要来医治。所以迄个时阵，罗万德另外一个老师就是迄个杜聪明啊，杜聪明的万德，你起来到支援一下啊，罗万德他起来大敢若1年啊2年款，我会记伊诊所头前吼，写一个大教授，对，这背景你小可知影就好啊。这故事，特地你另外去听，你讲咱。台湾早期宣教过程，还是讲台湾的迄个时代变迁啊，有迄个战争啊，有迄个政权的高发啊，啥，咱拢有经过遐一切啦。即嘛，咱个转来读迄个时阵写的物件，伊有真特殊意义，就是讲伊是咱的语言，伊是咱的教育，是无受到这顶头安尼压落来迄个，迄个规定去办的。我家己去读的时阵，感觉真感动的，有迄个真自由的思想在内底啦。对啊，嘛有迄个圣经来教是啥？咱来读啊。另外一个是，伊是用咱台湾家己的语言。咱即嘛经过70年个法度，个读出来。是来感谢伊阵甲写落来人。对啊。咁嘛，有遐真好写呢，大家都会听就知。那文笔的通顺吼，我感觉比伊个早期人写了继续通顺。这毋是讲这无一定是第一代学的呢，这毋是为细汉学起来的人呢。这嘛我都写干呢哦，真无简单。这是1年的教材。就即嘛留落来，你找得到是1年的教材。我读甲差不多。7月啊8月，尾啊我经5篇，因为已经够啊，剩了我后盖咱读完，我感觉趣味都摕来读个，所以咱今仔日有5篇要讲。咱就来吧。第一篇是伊刊在1959年1月4日的，伊一个主日。伊这套这金句的故事啦，所以拢有一段经文。伊的内容跟这有关系啦。1月4日这个金句，那再来读个。金句，耶稣甲伊讲，有信的人，逐项拢会。马可9章23节。这有淡薄跟咱进前讲迄个基督有关系。再等于听迄个C.S. Lewis一集。那咱看安怎写。注意，本课若要利用做开会礼拜。毋通讲要讲故事，因为学生为惯势，想讲来礼拜是要听故事，就知这个故事是帮助你讲道理哪听，就家己组织好好的儿童说教。就是讲，伊这头前主意是要甲老师讲的。讲你毋通大家讲咱听故事，不然囡仔像我讲，是咱来看表演的。其实伊有迄个教育的迄个成分在内底啦。第二个是本课的根本是有信的人，逐项拢会。这个逐项较好，就指导学生伫为主做工的工作上，本故事
是利用罗德马丁的教会革命的成功。嘿，好，所以伊第二个爱讲就讲，毋通叫是你有信心的，什么代志拢会使做。主要是爱嘛是爱顺着上帝的旨意吧。所以就是用罗德马丁的故事。咱捌讲过，但是伊有一个真紧的写法，我感觉写得真好。请罗德马丁是一个真勇敢的人，伊对于信靠上帝、完成世界最要紧的事。1517年，拄对即马算起442年。咱即马算起500多年了。伫德国有人对罗马内底卖下罪卷，赎罪券。是法王找伊来，就是因讲告状是用告状啦。法王伊穿真水的衫，互真侪人亚基亚甲伊欢迎。伊就对众人讲：你看，天国的门开啦！今日你若毋入天国，要听候什么时？如地的民众啊！怎样遐尼硬心？恁只有出12箍买即张下罪卷，就为救恁老爸对地狱出来。恁嫌遐尼不好，无要救你伫地狱伫受苦的老爸。我甲恁讲，伫最后的审判的时，我会得救，总是恁袂得救。下罪卷剩无偌济啦，天国的门得要关起来啦，就赶紧来买。这就迄阵迄个宣传的方法，那网络先呢？即摆嘛有淡薄像啊。你若有迄个积功德的这个想法，嘛差不多。因为即摆因为迄阵就是讲要去迄个圣彼得大教堂嘛。你想，一世人敢有一届机会啊？而且伊个讲什么？你干嘛就不好？就有迄个咱就讲情绪勒索。对啊，你安尼无偌济钱，你毋肯开，对不对？而且伊个有一个饥饿行销哦，就是讲要怎么偌济啊？你进来买。想起来是真牛啦，你用着所在，继续谈。罗德马丁听这款的话，非常受气。什么天国用钱会买得？只有想要趁钱，无一丝丝啦热心要救人的灵魂。罗德马丁想到迄时教皇做头的教会，遐尼腐败，无趁圣经，无道理，这款应该就改。总是教皇的势力真大，以前几若人也为了爱改毋对去，的教会煞互教皇处死刑。总是勇敢为着上帝的教会热心的马丁，拢无惊吓，信靠上帝，人袂话上帝逐项拢会。依就信靠上帝，写95条的意见书，搭伫教会的门里，无拍算，过无2礼拜，全德国拢知这个代志，无4礼拜，传到全世界。教会改革的火对安尼点倒。对啊，这安尼想起来，迄阵因为有迄个印刷术，但是这速度嘛真紧的，一个月就传到世界拢是啊。但是伊只有讲一个重点，就是讲真正嘛有人想要改过，但是有当时啊愈拖愈久哦，后壁人愈惊，对啦。但是这个马丁毋知是，伊可能个性嘛是安尼啦，伊感觉讲伊就是爱写出来，
所以可能伊用写的这是一个方法的，传讲啊尾有成功嘛，过无久，对教皇厅有命令来叫马丁，就伫60日内取消第41条，若无要掠去教皇遐定罪。这个第41条就是讲安尼，这种动作，就是讲虽然95条，其实上为个看也嘛，真正常啦。就是讲为什么影响到教皇迄个权利？但是我是读这边我知影呢。就是讲写这篇的人，毋是凊彩写写海，有更较深的迄个理解，就是啊，对迄个历史的迄个知识，都知影讲是第41条。要买无路用的写罪券，毋达到将遐个钱真正送向人，较有利益。罗德马丁在伊所写的无违背上帝，就决定毋取消，煞伫真侪人的面前烧迄张命令书，看的人拢感心伊的勇敢，出大声喊话。这毋知道有迄个image无？就是讲罗德马丁这后壁写的，因为迄阵无录影嘛。听讲伊是有影甲迄张教皇来配甲烧掉。这是真大诶代志。就是讲迄阵根本无人敢伊个调整教皇，伊是用迄个实际动作去表现出来。所以其他人可能嘛啉奶真久啊吧，就踮遐拍手啊，啥欢呼。后来伊拄着真侪诶危险，总是拢信靠上帝来得胜。伊讲，即使魔鬼亲像触下遐尼济，我也毋惊伊。触下是迄个瓦片，屋顶的瓦片，这迄阵的迄个形容的方式，跟真无相共款。因为迄阵起厝拢会真侪迄个触下。对罗德马丁的信心，教会改革就成功，教会佫得到自由甲真理，趁圣经的教示，传世正的道理。今仔日的金句甲咱讲，信的人逐项拢会，实在有影。小朋友，恁若拄着困难的事，毋通失志，要用信心勇敢来做，恁就有缘要做伟大的事业。真好啊！但是我是讲，我教会，用我教会。但讲这小朋友第一届来上课听这个，敢会伤硬到？对咧，我先听遐，我感觉拢正常咧，这都是细汉听起诶。所以你若教会人想着勇敢的代表是罗德马丁。迄想呀。这甲教会话绝对无共款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因为这是写对不对？对，伊要写信息哦。噔噔噔噔噔滴噔噔噔滴，噔噔叮噔噔。我是个记得，我没办法想的，什么上帝是我的宝瑞啊啥，咱有机会再来唱。我最近嘛咧学 piano， 不一定我会再输去。简单是困难给我到，所以咱就来看第二篇好啊。讲总共5篇，为较轻松啦。所以我念的经是要互大家知影讲伊个变化就大诶。你实在爱逐礼拜起来知影讲，即礼拜发生什么代志。咱就听另外一个，这是刚才古月1月25日的。这你绝对想袂要安怎写，请。金句，我的厝要称作基督的厝，若是恁遮的，互伊做插收。马太21章13节。用华语讲的是，你们到时让他成为贼窝，对不对？就是讲，刚是耶稣去迄个圣殿讲兵的时阵讲，
是不是？对。就是讲，大家拢淡薄变成在卖物件啊，本来应该是基德的所在，咱所以你想这边安怎甲小朋友讲故事呢？这样，有一个查某囡仔叫做阿香，住伫一个城市，妈妈有送伊去因的教会的幼稚园读册，伊真爱唱即块剪手甲洗手的歌。这不是很敢没听过，对啊，没听过。因为以前可能有唱歌儿歌来讲，爱洗手，爱加伊个加增加嘿。也真会记得老师讲，身躯衫裤不时就爱真清气，就较袂破病。也厝里的房间、客厅、内外庭。就爱整理清洁，就较健康。阿香虽然细汉，伫厝里真熬扫地、拭窗啊，也真清气相。不时看到真古水。这个阿香10岁的时，为着爸爸的事业，就甲爸母搬去伫一个庄卡徛起。这伊即嘛是前情提要啦，以前你在头前小可介绍者，即嘛主角是一个小朋友，所以在场小朋友应该较有感觉，伊就10岁，是为城市搬去庄卡的，伊真熬摒扫，真乖啊，真古锥，真爱清气，伊会发生什么代志呢？礼拜日有去主日学，伊到礼拜堂。囡仔无偌济，礼拜堂真压杂，玻璃窗真济，红皮刷，伫都市牵到真济，拜堂的外口发真济草，看着敢若亲像蛇米伫遐，真毋惯势。有一日，伊对礼拜堂经过。看到拜堂内有人伫遐底讲话，阿香一个入去看，有几若个做事人将因的册甲土豆放伫拜堂内，阿香真艰苦心，转去伊就祈祷上帝讲，这是同一个，就是伊到这个庄卡变成是一间较细间的拜堂，感觉嘛无啥尼清气，可能大家无遐重视吧，伊看了真艰苦心啦，就是讲这有淡薄城乡差距的迄个感觉，但是主要是伊那一个小朋友拄的这个代志要安怎？过来，甲伊教育无啥共款，伊就对上帝祈祷，这真要紧，这样。上帝啊，我去主日学，看到礼拜堂压杂，真毋惯势。今仔日佫看到人藏米伫遐，我看到心真艰苦。上帝，你的确是真无欢喜，因为是你的殿，我真爱即间拜堂，会通亲像我以前。去迄间真清气，我是一个囡仔，我拄来无伴，求你互我有主日学的朋友，我要招因来清扫。这算迄个基督徒的模范生，是伊真爱基督，而且伊想要改变，有。提出伊想要爱的物件，迄真好诶祈祷。阿香有继续去读主日学，也继续祈祷。果然2月日后，有侪主日學的學生，甲伊做真好的朋友，也真聽伊。伊就對因講，以前去的教會真清氣，
招朋友伫拜六下晡三甲清扫拜堂，到拜六下晡，正10个囡仔，有诶带扫帚，有诶带桌布，有诶带粪机，去清扫，因为是囡仔人，礼拜堂遐大间，扫袂清气，所以一两礼拜的中间，会友来礼拜也无什么感觉，总是到1月日后，迄间礼拜堂的内外就变做真清气。主日学的老师真奇怪，假是中集有请人来扫，因为后礼拜要过活节，中集也奇怪，假是为着过活节，主日学的老师有叫学生来清扫，问来问去，才知是阿兄甲几位朋友来清扫的。对，我在头上感觉讲，这是真好的迄个教示呢。就讲，这个阿兄有迄个，有真侪真好的迄个品格，真嘛真好的方法。比如讲，伊袂讲一气讲，恁哪只垃圾，恁这个人哪只，拢毋知爱清气啥。伊家己有放在心内先去祈祷，而且伊就种爱先有加入这个团体啊，了解啊，用这朋友大家，因为你若直接讲出来，有当时就歹看的。然后因就一寡慢慢做，尾大家知影，其实已经做真济啊，就是有祈祷啊，有无欢喜的所在，但是伊知影怎去改变啊，对，个人团体同工安尼啦，我感觉真好，咱继续读。咱读第几组啊？中集第3组，中集老师中集老师会友听到也真欢喜，也真见笑，互别位来的主日学学生所做受大感动。拄迄早起的礼拜是主的受难周，新学院派来的新学生所讲的道理，就是耶稣清气圣殿的道理。阿兄的所做，那一间教会知，也有传到新学院。后来这间拜堂不是真清气，外口埕也种花，开到真水。做事人看到遐尼清气，也毋敢过抗命。礼拜日无人配分两节，无人甲囡仔洗尿啦。这可能迄时代有这个代志啊！对了，以前即嘛应该拢带去变数啊，但以前可能拢路边的直接。路边的是囡仔的虚，可惜啊！即嘛为国家更会可惜安尼，台湾应该无啊。阿兄也带真济会外的小朋友，常常来真水的拜堂看花。礼拜日煞爱来读主日学，加天真济人。像这毋知真啊假哦。我要讲是讲，这个人搞写是因为伊有差一块讲有迄个别个所在来观摩的，即个新学生，所以伊就甲这故事甲别人讲，伊这尾也跳转来有迄个纪录片的感觉，所以你会感觉讲这敢若是有影发生的代志，是毋是有影我毋敢讲啦，无一定可能有礼拜这阿兄的，但我感觉真搞呢，因为这本来故事是讲清洁圣殿嘛，爱甲变做是一个，咱可能即马教会已经无人会，他妈说卖婚教啊，你计讲卖卖啊，但即马教会的确有所在是较垃圾的啦，你会使甲变较清气的啦，这应该做，我感觉。我是感觉去过垃圾的教堂教会。
即摆较少啊，即摆应该拢袂歹吼。即摆嘛，敢会请人来扫，有诶教会都有嘛，有啊。你这拢不是无人，阮一个月嘛至少有一部请者学生来顶头下面到清清平平咧。但回有朋友是爱叫人讲本色上爱成立吧。这吼足歹讲，这要讲啊，长老教会文化吼，真特别。较早图书馆拢系伫教会内面，啊，所以礼拜堂内面的清洁哦，拢牧师囝咧负责。安尼吼，所以因咧有当时吼，有当看人别个同学咧走闪剃头啥，啊因无法度，就爱在揉头壳啥啊，变奴工的迄感觉对啊。啊，无迄个教会咧聘阮爸爸尔，无聘阮啊。哦，我知你意思。啊，所以违反不也可能跟这有关系？对。刚刚讲去了这节一人牧师全家献主安尼哦，安尼哦。较早人讲 PK 嘛，Pastor Kid， 有诶，我迄是 Providence Kid， 牧师囝无就表现甲足惊人诶，啊无就表现甲有够歹。有啦，我捌听过，有诶牧师囝迄个会走前甲最严重诶。好啊，咱来读第3篇。这边有讲到咱台湾早期的迄个地理吧。请禁句，恁着将该杀的物纳互该杀，将上帝的物纳互上帝。路加20章1章5节。这本来是讲是人要去陷害耶稣嘛。讲咱感觉个纳税。耶稣就讲，华语真侪人都捌听过啦。凯撒归凯撒，上帝归上帝的。咱读吧。这可能嘛想袂到，伊要故事要发展，跟这无啥物关系，我感觉。好，请。前日雅慧甲英东因爸爸带因两兄妹仔去日月潭佚佗。这主角是两个囡仔，一个家庭啦。一个叫做雅慧，一个叫做隆中。因坐车驶真长的山路，才到位。路中，英宗问爸爸讲：这么远的路是啥人来做的？爸爸讲：这是咱国的政府用钱请工人做的。如果潭真大，那亲像海。爸爸甲因讲，这个水是要做发电的路用，迄边有一个发电所，咱厝里的电火、电风、收音机、挖斗的电，拢是对这送出去的。因落去坐船啊。雅慧听爸爸安尼讲，哪想到底是啥人遐尼好心做这个发电所，稳当着开真侪钱，就问因爸爸讲，这是国家的钱来起的。船啊直进前，后面的厝。那细景去，因爸爸佫讲，咱得到国家的保护甲运费真济，毋若做大路，毋若做发电所，也有起学校，也有军队保护咱免受外国的侵害，也有警察掠歹人。好人安心过日。英总讲，爸爸，国家太有遐尼侪钱。到这，就是这两个兄妹啊，跟爸爸去日月潭佚佗。因爸爸就一边咧介绍嘛，讲这有发电所啊，咱的电拢是为遮来的啊。这两个囡仔就想讲，那有人遮好心嘛？是讲那有人遮侪钱。所以就咱们家介绍一个政府的观念啦，就讲
因为咱有政府啊，有纳税啊，啥，继续。爸爸因讲，就是做百姓的人，大家纳税，国家才有钱，所以咱纳税也是得互咱享受较好的生活。伊坐的船啊，驶到日月潭的中雅飞月头，4块链转看，因为景致真水，非常感激。甲哥哥讲，哥哥，你看，遐个山，遐个水影，实在真水。因总想起庆诗第3首，树木参远水泉，洋葱大海关山，就伫喙内细声吟，请教员吟第1节也好。这有歌好啦，就是讲。你咧讲故事讲到这的时阵，会使唱一首，这无属应该会唱吧？这咱捌唱过啊，那个我是我的兄弟，所以这句咧，树木参水泉，洋葱大海关山，这咱捌唱过啦。所以伊就甲扭转来伊个教诲代志。雅飞也对伊吟了，因爸爸笑笑，甲因讲：恁拢知，这个山，这个天然是上帝创造的，上帝毋若创造这个，也互咱活命，互万物生长，咱才有通食。有通清，有通大，上帝的恩比国家较大，咱对国家纳税也着更较欢喜献金给上帝。所以这我感觉伊真好赚呢。我咧读有种奇怪咧，变成第一支持政府，讲到这，规个转过来来讲。还有一个比迄个起这个发电所更较厉害的，就是上帝，而且咱嘛会奉献，继续。应总想讲，上帝爱咱的现金，毋知要做什么路用。爸爸则讲，上帝爱咱世间人，拢得到救，有叫真济人专心传道理，印圣经。写道理的册，去礼拜堂，也有真侪项，才会拢着用真侪钱，咱着奉献，通互上帝所爱做的工，有钱通做。因总甲雅飞听着安尼，就决心，这礼拜要添较侪钱。通伫主日学的时现金，日头的光照来，凉风微微啊吹来，因坐的细只船慢慢啊伫水顶咧驶，因的心满满的感谢。这是上尾一段嘛是迄个歌词啦。凉风吹来，什么凉风有迄个凉风吹来啦，嘿。所以我说你感觉这个真好诶，甲方言，这我感觉会使做什么文字传道的迄个。纪念主日啊。对啊对啊，伊嘛讲爱印圣经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为迄个宣道者专心的传道理嘛，需要大家奉献啦。无属以前主流敢奉献，有嘛是啊，但是是。阮老母拢很准备哦。你迄阵敢知影什么意义？妈妈有安怎介绍奉献啊？我妈妈无啥晓讲即个，伊讲你我讲诶，你讲摕去奉献就好啊？伊就摕一个钱互阮，然后一摕个钱来奉献。反正迄个时间大家人嘛拢会做嘛，对啊，你就对做就好啊。所以这篇应该迄个，就大家讲给小朋友听。对啊，这真好呢，有政府啊，用迄个实体物件，个强调讲迄个创造一切啊。风景啊，信息啊，啥，
这有想过，这毋凊彩乱写，我会感想是，我会感想是安尼啦。好啊，咱来读迄个第4篇，这篇我感觉跟咱台湾真侪情景拢有关系。就是讲你伫面对迄个国家啊危险的时阵啊，你要做什么代志？这听讲是真实的代志哦，但我感觉有可能有小可修改过啦，就讲甲较像安尼啦。但是找到，对我有认真去找迄个外国人写迄个历史上，有记载这个代志。这甲迄个拿破仑有关系。好啊，咱就来读吧。金句，但这是1959年6月8号的迄个主日的教材。金句，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。路加20章38节。差不多100年前，伫欧罗巴的一国澳大利亚的属 Australia 的奥地利，伫迄个国有一个乡下叫做希鲁德基律。但伊有这个城市啦，伊本来伊的德文是迄个德文是 Felkirk，但伊个写做希鲁德基伦，差足济，无要紧。但是有这个所在，迄时拄是迄个出名的拿破仑大帝甲澳大利亚伫相战的时，所以拿破仑经这个小乡下也着接起来，才会赢得。所以命令这个大将带18000名的大军攻来到这个乡下。迄时拄是过啊节的战争暝，早起这个乡下的人为着讲今仔日的是过啊节，所以透早真欢喜起来先看东边的山。今仔因为是迄个过啊节，所以真正拢较早起，就看迄个日出哦，刚好充满迄个希望安尼。希望安尼。但是大家发现讲今日敢若有，日光敢若金色色，无啥咁款。迄金色色是意思。对啊。山顶互日头会光照着，有金细细的邪人的目睭的咪，伫山满满是。因着一惊，斟酌看，就是拿破仑的军队已经攻来到遐啦。所以即摆的意思是讲，大家欢喜早起来，看个山顶其实有军队伫遐啦，有迄个刀啊剑啊啥会反射。大家毋是伫过啊节的欢喜啦，乡下拢大摇抓、大摇动，毋知安怎较好。乡下的高人三甲参详讲，咱的乡下也无武器，也无兵，无通做什么，只有导航。这就跟咱定来拄着状况相像。就讲即摆去互真强的军队包围啊，你要安怎？伊讲嘛有道理啊，讲实在，你一个乡下，你要摕迄个迄个低头，锄头知影低头嘛？低头，所以摕低头扫帚一样拍嘛，对啊，所以大家就开始大摇带就真紧张就对啊。继续，大家想要决定的时，迄中间有一个牧师徛起来讲：注意，今仔日是咱一年中第一欢喜的过节。这款的日毋通想这款伤心的事。今仔日是救主国活的日，咱大家第一大声就来拜堂礼拜，学了感谢
活活的上帝，所以恁着照常讲大经，通拢来礼拜。我的上帝要亲像古早保护摩西、大卫、以赛亚，的确也要保护恁，保护咱。但我去查有影有一段咧，安尼啊？嘿，就是讲伊有影有去包一个乡下，迄个乡下就是像即马讲诶，一开始大家拢真紧张啊，尾啊就是有人讲，无一定是牧师啦，就讲反正咱都无法度做啥物代志，无咱就照咱正常爱过日子，嘿啊，特别今仔日是过偌济，嘿啊，但是即个牧师会提议啦，无咱淡薄紧张也无意义啊，嘿啊。但是都发生真特殊的代志，请听这有一半个啊无信仰的人踢笑伊，总是最后大家决定照牧师所讲的来做。空乡下的人伫这款真危险的时礼拜，所以对东对西。对遐对遮，大人囡仔拢组织来拜堂。对山顶看这个款式的大众，想来想去，想讲这的确有大机会。伫这个乡下，毋知有美偌济的兵，也无的确。若无因太会遐尼平安。照平常地礼拜，所以赶紧发命令离开这个乡下。空拜堂的大钟弹了的时，山顶已经无看见枪剑人的影。小朋友，咱的上帝是我的上帝。咱无论悲伤的时，通惊的时，就会记得我的上帝在保护咱、照顾咱，不时甲咱三角地地，三角念今仔日的金句。这个金句是，叫我要背，这我最近敢爱背吧？我咧想爱背。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。路加20章38节，真好。嘿，这写得真好，但是我一直要讲的，讲你去查伊的资料，有一段历史写的啦。啊，是毋是有遮尔啊成的歹讲？但是我感觉这即嘛还在参考啦。就刚有一个记得讲，上帝我。会使分辨讲啥物是会使改变的，袂使改变。你袂记得啦？对啊，有当时你袂使改变，就免啥物紧张啊，嘛是爱照常过日子啊。好啊，咱来读上尾一篇。好，这上尾一篇啊，咱拄仔要讲过奉献，即嘛这篇嘛是奉献，但是我感觉伊真好写到一个另外一个赞助啦，较毋是有囡仔听，但是可能迄个青年也是会使听这个故事吧。金句，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支持我。诗篇27篇11节，以前有一个新学生，拄毕业新人院迄日的事，因为伊的成绩优秀，真侪人来祝福，逐人都学落伊，真可取，搁熬读册。伊的故乡的牧师也来恭喜伊少年的时就真乖，主要毋捌欠缺，现金是最上济的，捌做无烦心。将来有大成功的愿望，伊本身也得想，毕业后要带大经
搁出名的教会，当做一个有名声、人人学老的牧师。迄日拒接人客真无用，总是真快乐、真得意。这个人讲名牧师啊，名牧，因为成绩较好啊，嘛模范，这应该去大经对不对？到暗时，已真夜深，想要去困，就跪伫面床前祈祷，感谢上帝，互伊拢顺遂毕业，也求上帝帮助伊，互伊会通照所计划直直成功。后来上床去困，总是真奇怪。迄暗伊看见伊家己已经变做真老的老人，徛伫一条真水亲像铺金的发光的路，斟酌看伊的身躯、头毛、喙手拢白，面绕绕，身躯鼓鼓。是已经真老，穿的衫破破，穿的衫破破，脚只拼一支深深的水架，四面看光景真水，哪亲像毋是伫世间。拄底奇怪的时，头前一个穿白衫的人得来。伊就问伊看这是什么所在？迄个人甲伊讲，这条路是天路，透到天城的。也你是行天路的，我是天使，伫按内行天路的人。伊个问伊讲，那安尼我太穿到破破，这支是不是假？这么歹，天使才甲伊讲，行天路有两款的人，一款是牺牲家己的名声在利，只有为着上帝的荣光；迄款的人，伊的衫水搁白。伊举的十字架，金角会发光。你看后面得来迄个人，天使报伊看一个穿白衫、举一支金的十字架的人，对后面得来，就佫讲，也有一款行天路的人，虽然为着上帝做工。总是大部分是为着家己的地位、名声、财力在倒模的，就是亲像你细汉伫主日学，虽然真可处，若是你的出色是为着奖品，你的现金是为着互人学老，你读新人院。也是只有为着名声，你伫教会只有追求家己的地位甲名誉，所以你的十字架生生，你的衫破烂。这个人听了后非常着惊，也大忧闷，就伫遐开声啼哭，因为伊哭的声，伊才醒起来，才知伊是伫做梦。摕镜看家己的面，要少年，才安心，就跪地忏悔祈祷讲：主啊，感谢你有用你的道路指示我，求你，互我要少年的时，会晓牺牲家己，为你做工无嫌艰苦，
只求荣光上帝，一世人行你的路。哦，对，真好笑，听我说真感动。我一定讲一个，都读这都上感动。一段写真好呢。你细汉伫主里虽然真可处，但是拢是为了家己咧做这代志对啊。所以伊嘛是要甲迄个囡仔讲吧。就讲虽然讲，看有人表演真好啊，正好背迄个金句啊，逐个拢甲你学了啊，但你尾也毋通行歪去。毋讲尾也变成讲哦，安尼我会去上大间的教会啊，对。即摆真正无错嘛是安尼。我新闻顶会看到，但是我家己读要甲8个月，就是伊这写的内容，我感觉迄是真有认真要教育遐个囡仔，而且伊本身的出发点可能就已经，你知道，不管是心态啊，是讲伊的观念拢真互人尊敬啊！这真了不起。我伫这间教会成长哦，我伊感觉是我个人的福气。即嘛毋知有变无？我毋知，我毋知注意了，即嘛到底是安尼。要维持实在无简单嘞，实在无简单。我是注意了，拢拍外人嘞。哦，我是无法度想象，惊人诶，对啊。好啊，上尾要讲啥？你讲。刚刚有一个观念是讲，你应该奉献啊，天顶有得一间厝安尼，有一个人就感觉讲，我已经奉献遮济啊，到天顶去，那厝遮细间去。伊这有淡薄迄个，咱第一个讲什么赎罪观啊？有当时你会变做是迄个爱有迄个直接的回报，所以毋是在地上，就是在天顶安尼啦。但是伊故事就要甲讲，有当时啊，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就已经歪去啊！你的出发点拢应该是爱为对上帝做工啊，毋是要为着回报啥物件。这有赞处的差别啦。这有当时也袂记起，我感觉伊这为细人开始讲真好，咱大人听嘛真好啦。啊，无错，补充啊。我一直感觉我伫见到的大汉来说，上帝特别的保守。所以无错。以后，孙仔嘛会送去做了。哎呀，我那个带幼儿岁啊，就开始就要准备啊，对啊，真好。迄个心无最要紧的啊。对啊，但是你就使用这故事甲讲迄个奉献是什么原因嘛？对啊，好，咱想要来读金句。咱今仔日的金句，咱来看《哥林多前書》第3章第6節。我也種阿波羅壓水，毋過上帝互伊大長。也種誒甲壓水誒攏無重要，只有互伊大長誒上帝才重要。哥林多前書第3章第6節到第7節。我也種阿波羅壓水，毋過上帝互伊大長。也種誒甲壓水誒攏無重要，只有互伊大長的上帝才重要。